好，今日嚟實測一下咧，由屋企出發，通過呢個啱啱新鮮滾熱辣開通嘅海珠灣隧道咧去越秀，睇下以後返工可以慳幾多時間先。隧道口仲有個廣州市市花木棉嘅雕像喎，路況真係好唔錯喎嚇，咁三車道好闊落，一咪就行東新咯，經過廣船嗰段又塞啦，行鶴洞橋又塞啦，一腳油一路揼住，15分鐘已經嚟到海珠區啦。一落嚟就到東湖啦，頭搭尾一共先只需要20零分鐘啦嚇，相信有好多海珠啊、越秀區出行啲人都會經常行呢條隧道嘅。順便實測埋落班路線先，就係由東湖翻去南站，10零分鐘就嚟到南站呢邊啦，仲有個直接駁過去東廣場出發平台嘅引橋嘅喎。睇嚟以後上落班啊、週末啊，約海珠、越秀市中心啲老友食飯、行街飲茶都方便啦嚇。